加開心啊！嗱，另外啦，潘頓咧呢幾個賽日咧無心裝載咁啊，不過留意啊，今個賽日咧佢騎師王開飛1.5倍啊，你估佢有冇買贏呢？另外啦，我亦都有6匹心水馬推介俾大家。嗱，今日咧我有6匹心水馬推介俾大家嘅，咁分別咧就係第一場4班12米10號嘅暴風一族啊。嗱，呢一隻暴風一族咧上一仗咧就轉咗去貴福特馬房啊，已經咧可以跑過第4啦。嗱，而且咧佢呢個第4咧喺慢步速入邊咧爆過最強末段噶。咁見到咧其實快活谷咧未必啱佢跑嘅，咁今次轉去沙田跑一個咧較窄嘅私家3彎咧更加之好。因為咧配上田泰安咧容易波歐啊，咁我覺得咧呢一隻暴風一族咧有少少分頭噶，可以作為咧3重彩膽啊。咁第二匹咧就係第3場1200米啊，咁我中意咧就係1號嘅米奇啊。上一次咧佢初跑1200米咧就跑過第7咧，輸3個馬位啊，但係見到隻馬咧其實完全冇望空過噶。嗱，今場快馬咧都幾多下嘅，咁換上奧爾文排個8檔，容易望空，估計咧都好有機會搏殺噶。連贏位置 Q 膽我會用佢。第4場啊，4班1800米馬膽咧，我會用1號嘅大千紅心啊。上一次咧呢一隻馬咧用步文孭135磅，咁沿途外邊咧追大超班嘅中國心咧只係輸2個馬位啊。嗱，今次咧就冇中國心嘅超班馬喺度啦。嗱，呢一隻咧大千紅心咧用黃志宏減磅咧，亦都係非常之着數噶。咁我覺得咧呢一隻馬咧係座位望贏噶，咁我會攞嚟咧做連贏3重彩膽。第6場4班1650米泥地，我比較中意咧7號嘅加州星馳啊。嗱，呢一隻加州星馳咧，今次亦都係潘頓跑啊。上一次咧，我記得潘頓跑第3，去到凱旋門咧都幾失望下嘅。嗱，今仗咧亦都有幾隻快放馬助陣啦。咁我覺得咧加州星馳咧應該都幾有利嘅，可以作為咧連贏膽啊。第8場4班1400米，我估計咧呢一場咧會係慢步速賽事啊，所以咧就揀10號嘅君達德啊。嗱，呢一隻君達德咧今季2仗1600米咧都可以放到入位啊。嗱，今次咧縮程1400米咧更加之好啊，因為咧佢唯一一場頭馬咧就係1400米取得嘅，希望金城江騎佢咧有6-7倍咧咁就最好啦。第9場3班1000米，所有朋友咧都買2號嘅國千金，但係我中意一隻冷門就係6號嘅精彩福星。呢一隻精彩福星咧，唯一一場頭馬咧就係1000米取得嘅，咁而且咧我記得嗰場馬咧要貼住條欄咧先跑得好啊，所以今次